来继续来看司法院宪法的法庭，日前针对着国会职权修法，裁准暂时处分。在野党质疑执政党介入到这个司法，目前除了有抗议的民众到司法院来破乌贼，更加有无理性的民众到司法院的面册来留言，威胁到大法官。另外，立委黄国昌是来质疑，立法庭答询的过程当中，大法官的立场无公正。黄国昌话话要来辩论，大法官柯仲力是来回应讲，当事人不满判决，就要求要甲法官来辩论。世界上无这种代志。我们对那个恐吓的这个言论呢，都已经把它隐藏起来，并且我们已经报警，要来那个侦办。民事恐吓大法官柯仲力冷静回应，进前宪法法庭针对国会职权司法裁定暂时处分后，毋但司法院宪法法庭的牌啊印有乌手印，阁被破拆警告，阁有无理性的民众伫司法院面册威胁大法官的性命。我们会在研议看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。谴责暴力行为，我们要研究加强保护大法官的人身的安全。来研究辩论的部分，将于8月7日要举行，拍算早起9点开庭，分2阶段。首先针对立法的听书听取总统国情报告，要人事同意权的行使。相关的规定进行辩论，大法官拍算宣答90分钟。第2阶段是调查权的行使以及举行听证会等等，估计伫下晡5点会结束。是讲未经辩论，场外有意见。民众党立法院的党团总调黄国昌质疑讲，宪法法庭裁定过程毋但立场无公正，嘛无显示主笔的人是甚物人。伊针对言辞的辩论，甲大法官下战帖。你发言要攻击我们，不受时间限制；我们要发言回应的时候，要受时间限制。大家公平一点，来一场宪法大辩论。我邀请主笔的大法官出来一场宪法大辩论。这个不可能啊！世界上并不会有说当事人不满意法官的判决，就要求跟法官办一场辩论。这个没有这种事。宪法法庭那个裁判呢，都是可受公平的。强调讲，新立法官执行职务公正客观，定是正面法官黄国昌的战帖。看这个办事，法庭外辩论未安呢就停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